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一条预备心，三个来敬拜上帝。要称赞上主，在正直的人自集的大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互喜爱伊作为的人通学习。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三开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342首，圣诗342首，请来主真光，献照受造世界，求你点着阮心，甲阮永同在。圣诗342首，咱起立三个来吟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7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彼拉多前来受苦，顶世第死埋葬雷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上托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咱来掀开圣诗后面课文。53、1095页，课文53，咱三个来体验。我伫带什么就问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？
咱就用烧烤者，也是满会的牛仔来就近伊。上主检的欢喜千千只的公的牛，也是万万条火的油。我检叫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，为我的罪过献家己所生的囝。人啊，伊有指示你啥物是好？上主要求你的要实行公义、心存慈爱，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同心压头来祈祷。我伫天父的爸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平安顺遂，伫主你的圣日，阮当神的兄弟三甲主席，伫主你的殿里敬拜你。主你有丰盛的慈爱，满满的恩典，互阮日日是好日，时时着感恩。总是阮软弱欠亏心，为着即摆受着风灾、水灾受害人，由此看顾因早一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当阮拄着灾害困难的时，只要阮信靠主，主你就要拯救阮到底。疫情有缘之地，阮为着兄弟亲人有受着感染的，就主甲因三甲之地，看顾保守因，互因早日恢复健康。亲爱的主，阮为着国内即时民意代表选举所产生的吵吵闹闹、扭曲、欺骗、是非不分、黑白颠倒、种种离奇的事项，阮恳求主公义正直显现，互建立为着人民的幸福、政府的稳定、国家的发展，真真正正做事的人，当顺利来选出，守护这个土地，保护这个国家台湾。感谢主，你差派你的仆人林传道。今日伫阮敬拜会中，通过伊所讲主你活命信息，就主圣神大大做工，互讲的、听的，拢会当得到帮助。感谢主你，祈祷恳求，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赞美，请圣保庇。
来感谢圣国队用诗歌带咱来学罗上帝，享受上帝话。记载伫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22节，圣经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22节，但语汉语本是59页，好学本是69页。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，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娶一个利未族的查某囡仔，迄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囝，看见伊清秀的囡仔，就劝伊3月日久。后来看袂阁劝得，就为伊取罗德的手，用石油甲热星膏伊，将囡仔下伫迄个人落伫河边芦苇的中间。伊的大姊远远徛地，爱知伊会拄着怎样。法老的查某囝落来河里要洗浴，伊遐的女婢行游伫河边，看见芦苇的竹笋间有收，就找一个女婢爷来，掀开看见囡仔，看囡仔得好，伊就入面语讲。这就是希伯来的囡仔，伊的大姊甲法老的查某囝讲：我去伫希伯来妇人人的中间坐一个林母，甲伊摇这个囡仔，好无？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：你通去啊！查某囝就去叫囡仔的老母。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：抱这个囡仔去，甲我摇伊。我要互你工钱，妇人人就抱囡仔去用去饲伊，囡仔渐渐大，妇人人就带伊到法老的查某囝遐做伊的囝，伊就甲伊号名叫摩西，讲因为我对水内救伊出来。11节，后来摩西已经长成。伊出去到伊兄弟遐，看见因在打地，看见一个埃及人拍一个希伯来人，就是伊的兄弟。伊看左右看无人伫遐，就拍死埃及人，踮伫山里。隔日搁出去，看见有2个希伯来人在相拍，就对迄个毋对的讲：你啥事拍你的同伴？迄个人讲：是罪设入你做首领，甲审判官来管管。你想要拍死我，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吗？摩西惊讲，即个代志真正露出。法老听起即个代志，就想要杀摩西。总是摩西闪避法老，走去米甸地徛起。16节。坐伫井边，米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，因来抢水到满槽，互老爸羊群啉。遐个牧羊的到赶因摩西起来帮助因，互因的羊群啉。因来到老爸羊耳遐，伊讲今仔日恁怎样较紧倒来？因讲有一个埃及人救阮脱离牧羊人的人手。佮替阮出来抢水，互羊群啉。伊就对因查某囝讲：迄个人伫倒落，恁啥事放伊伫遐，就请伊来食。21节，摩西愿甲因迄个人定，伊就将伊的查某囝西波拉嫁互摩西，生一个囝。摩西甲伊号名叫吉顺，因为讲。我囝趴伫外邦，以上原主的话，请做咱帮赞。讲到今仔日林传道要用摩西新闻认同，咱共同来听。
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神感动阮，互阮会当听叹你的话，有勇气甲气力来行应该着行的代志，通荣光你的名，顾守阮。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仔日这段的圣经节真特别，因为我用教会每一本的翻译本，英文拢无啥共款。敢有人咧读伊手中的出埃及记2章11节，互大家听？敢有人摕和合本？有无？好，安尼请读和合本的，齐声读出埃及记2章11节。后来，和合本。后来摩西长大了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。好，到这整载就好。敢有人摕现代中文译本、现代中文译本？敢有人摕？有这本的无？有吼。现代中文译本同款，出埃及记2章11节。摩西长大了，常常出去探望希伯来同胞。他看见他们被迫服苦役。有一次，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杀了一个希伯来同胞。好，到这。敢有人摕巴克勒的翻译本，就是咱周报顶头的白话字。若无，迄汉字咱过来读一遍。后来，摩西一见中神，伊出去到伊的兄弟遐，看见因在打地，看见埃及人拍一个希伯来人，就是伊的兄弟。敢有人摕这本？可能无，这是现代台语译本，旧年才出版的，我读互大家听。后来，摩西大汉，伊出去伊的同胞希伯来人遐。看到因在做苦工，搁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拍希伯来人。好，这个翻译无啥共款。我要问大家有看过电影无？电影《十诫》还是埃及王子迄个漫画，敢有人看过？无看过。啊，圣经电影10条街，敢有看过？有看过。安尼我问你，电影内底摩西安怎知影伊家己的身份？电影安怎交代？袂记哩啊吼，其实吼，这内底有7、8个版本啊，我拢去特别甲看讲摩西安怎知影伊家己的身份。有诶讲吼，摩西听到法老的宫女甲公主伫冤家，啊，就伫遐听到伊身份的来源啊，无意中听到家己是希伯来人。啊，有诶电影安尼做吼，做讲吼，摩西去外口巡视的时阵，听到希伯来的长老甲讲吼。你毋是埃及人，你是我希伯来人嘛？直接甲讲啦，这有。啊，佫有诶讲吼，是伊自细汉就会记得，因为伊记性真好，所以伊会记得伊老母甲伊唱诶歌，所以当伊听到米莉安伫唱歌诶时阵，啊，这是我以前细汉诶时阵听过诶歌啦。所以电影诶版本甲小说诶版本拢真侪无共款。啊，有诶佫想讲吼，可能摩西心情有甲累啦。所以，伊洗身躯的时阵，看到别人的迄个所在，甲别人无共款，就知影家己的身份。做是这绝对无符合圣经的记载，因为摩西受割礼是啥物人替伊行？迄个银宝。对，因某替伊行的啦。所以伊自细汉，伊外表看起来，就甲其他的埃及人同款。所以，当摩西伫果子边拄着叶德罗的查某囝的时阵，叶德罗的查某囝讲摩西是啥物人？是埃及人啊，是安尼啊。所以，咱拄则读经的时阵，倾向认为头一个所讲的，摩西去看伊的兄弟，是咧讲希伯来人。毋过，咱若遵照中世纪的律比以及圣经原底的写法，圣经原底安尼写啦：
有一天，摩西长成啊大汉，伊去伊的兄弟遐看因的重担。这个所在，摩西去看伊的兄弟的重担，是咧指埃及人，因为埃及人爱负责起两个要塞、两个城，就是兰塞。这两个城的责任嘛。毋过咧，伊看的顺顺的，看到一个埃及人伫拍希伯来人，就是伊的兄弟。所以这个兄弟是无共款的，伊的身份认同改变了。头前伊的兄弟是埃及人，落尾这个兄弟是希伯来人。这中间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？摩西伊原底毋知影家己是希伯来人，伊到伫刺皮互火烧的时阵，嘛毋知影迄个上帝是啥物人，伊拢毋知。总是摩西伫看一个埃及人，伫甲一个希伯来人拍死的时阵，伊就为着弱势者来徛出来，伊就放弃家己正是埃及王子的身份，去认同即个弱势，去认同即个红撇开、互拍死、互斩杀，这个拍毋是普通的拍，是真正甲整死啊！用残忍的手段甲伊害死。这是摩西，是伫发动人民的时阵，人才会当成做以色列，是伫正义伫摩西的身躯顶开始做工的时阵，伊才有即个生命的转变。若无，伊完全毋知影家己是希伯来人，伊是埃及的王子。为什么要替奴才出头？无讲无人知，伊家己去做转变。圣神伫摩西身躯顶动工，咱会当好好想即个代志。一个瞬间，人的意向改变，人的行为就改变啦。咱伫社会中间，检采叫做社会化。伫家庭有家庭的规范，伫法律有法律的规范，伫社会有规范，伫公司有规范。违抗者的规范，可能会受到处罚，这是外口的控制。总是人内部的行为，若是无外口控制的时阵，伊本性会显露出来。摩西伊什么时阵显露伊的本性、伊的本质？一个王子要杀人就杀人，要拍人就拍人，要甲安怎就安怎。伊敢会因为拍死一个普通埃及人，就发落追杀？是嘛无可能。伊王子呢？王子要创啥就创啥，伊会当负责去以东甲兰塞两个城，以东甲兰塞两个城的责任，做虎口。伊的权力遐尔大，法老的继承人，伊无可能因为凊彩甲人拍死，就法老治罪啦。咱想嘛知，皇帝要创啥就创啥，敢毋是？安尼摩西为虾米要逃走？伊讲这件事真正显露，伊逃走的动机是怎样？为什么法老要甲摩西除掉，要甲即个未来的继承人除去？这是因为法老知影留即个会成做埃及的麻烦啊！一个王子去认同受害者，一个王子未来继承人去同情奴才，安尼即个国家阁要运作落去无？即个法老的王朝阁会当继续无？即个压迫用奴才起造起来的富裕的王国，敢有法度继续进行？继续甲人压迫，继续甲人杀害？无可能啊！法老知影摩西日后会成做伊的麻烦，毋但伊的麻烦，是规个国家的麻烦啊！因为法老死了后，摩西落尾阁转来啊，真正足麻烦的。这是摩西，是伫发动人民甲发动正义的时阵，人才重新成做以色列。以色列是啥物款的意思？以色列是上帝统治的人民。咱经文看到讲摩西看无人伫遐，就动手共拍。咱掀开咱的圣经，以赛亚书59章16节。
以赛亚书59章16节。若显着，我来读。上主看见无正直，真无欢喜；伊看无人帮赞受欺压的人，真着惊，就用家己的气力拯救因，用家己的公义扶持因。无人伫遐，伊毋是讲迄个所在真正无人，是逐个目睭紧紧看到代志咧发生，煞无要出手啦。无人伫遐，咱社会检测嘛是安尼，发生真侪悲惨的事件，大家目睭紧紧伫遐看，无人要援助。看到战争在发生，目睭紧紧，所有国家伫遐看，无人要出手。摩西挡袂牢，大家看现现，无人要出手。摩西的方法是啥物？甲迄个占卜的人杀死，毋过有效无？头一届敢若无啥效吼。伊拯救的对象甲讲吼，啥物人派你来做阮的首领？人就是遮尔啊下贱，哄救，佮讲吼，啥物人叫你来帮咱？奴才，人的奴才性，哄救，互上帝帮咱，嘛无愿意做一个自由的人。摩西甲埃及人、甲以色列人，因中间的关系，咱会当好好来想。用暴力来控制暴力，无遐尔啊简单啊！我想到1965年，美国卫理公会有宣教师夫妇 Don Berry 甲伊的太太 Judith 休斯。伊互美国卫理公会派来台湾做宣教师。Don Berry 有人知影是啥物人无？唐培里。好，若无人知影，我会当好好来讲即个故事。伊大先是伫台湾新学院伫教教会历史，落尾搁到台南新学院做客座教授。因为卫理公会甲宋美龄的关系真好，因拢是卫理公会的，所以卫理公会派宣教师来台湾，台湾迄当阵的统治者实在真欢迎，家己好款待，四界出来去看台湾的发展到什么款的程度。总是有人甲Don Berry讲，你所看到的毋是真正的台湾，你所看到的是表面政府要互你看的台湾。遐个人甲Don Berry讲吼，你若是真正要了解即个土地的人民，甲即个土地的历史，建议你甲非政府的官员交往，甲一般市民来讲话，就会知影真相到底是啥物。伫台南新学院做客座教授，伫教会历史，伫台湾新学院做教授，有人甲考考。你是一个人客，毋通来人客遮，你阁主张啥？你是人客，会记得你家己的身份，叫伊较有准则的。啊，毋过伊甲台湾民间的朋友愈交陪愈亲，就知影讲，即个所在有白色恐怖定定在发生。伊讲，我是美国人，我介意美国。我嘛重视伫我的教会，是我的教派我来遮做宣教的事工。总是我目睭紧紧看到有人无缘无故失踪，有人无缘无故风行，人民活伫惊吓的中间，我就挡袂牢。我袂当亲像当作无看见共款，我的良心，我的信仰，互我无法度安尼做。落尾，伊知影皮明敏，就帮助皮明敏逃走到瑞士。这伫伊的册《夫妇菲尔》内底有写伊安怎帮助皮明敏摕到护照，帮助伊逃过政府的眼线，帮助伊怎样化妆，
正做一个死皮，啊，坐飞轮机到伫其他的国家。就安尼，即个代志到伫30年了后，人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彭明敏逃走，毋是啥物美国，嘛毋是啥物恐怖组织来甲伊帮衬，是一个美国卫理公会的宣教师夫妇来甲伊帮衬的。发动入闽爱大家无，摩西逃无，逃走，几年了后才转来，带伊的百姓来出埃及，经过几年？经过40年。安尼，Don Barry 因兜有付出啥物款的代价无？有啊。伊虽然无因为彭明敏的案件来互人发现，总是因为其他的政治案件，互咱的政府迄当阵政府当作恐怖分子来结出去。结出去的意思是吼，物件拢有免收，即马直接送去飞轮机顶头，是安尼啦。因两夫妇到离美国了后吼，美国政府认为即两个人是怪物，因有牵涉炸弹的恐怖事件，其实因两个是无辜的，总是政府安尼认定，所以警察规工伫因外口徛，因最后无法度，因的婚姻生活嘛无法度过，这是一个悲剧。发动人民甲正义，爱付出真沉重的代价，规世人、规人生拢安尼无去啊。不过因两个拢无后悔。8年前，Don Barry 搁换地的时阵，有搁转来台湾，伊伫台南神学院做演讲。伊伫礼拜的时阵安尼讲：我看到战车的迄个链仔，伫迄人群的中间，四界在行，迄个链仔甲所有人拢交过。我想，咱着紧来用一个竹篙，甲迄个链仔卡掉的，互伊袂当搁颠动，安尼才会当拯救人的性命。检采，咱伫生活中间嘛是安尼，咱可能无法度要求什么国际大国帮助咱台湾，总是咱有可能会当尽咱一份的力量，看有啥物法度来拯救咱伫身边的人。这需要上帝的圣神甲咱帮衬，无遐尔简单，所以因才会成做信仰的伟人。若是遐尔啊简单，因就袂互圣经写落来，袂互教会历史记载。请咱三甲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读经的时阵着斟酌，帮助阮学习摩西是怎样来改变伊的行为，帮助阮有柔软同情的心，有坚强的意志来行好，毋通当作人济济，总是每一个人目睭金金，无人伫遐，拢无要出手。求你的圣神引带阮，帮助阮每一个会友，会当伫生活中间来拯救性命，来见证你的道理。阮的信无够，阮嘛无够勇敢，嘛无够硬的智慧，总是阮恳求你赦免，恳求你扶持阮，互阮的教会，互你的百姓，伫即个社区、即个社会、即个国家，甚至伫全世界，拢会当拯救性命，做你的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感谢林团长通过牧师来通过上帝话，互咱真好的勉励。这是咱要阁三个来吟圣诗444首，圣诗444首。祝你吊明河顶青草，等阮主神听你，照你的话来我来信，明白你做万有主宰，但你气骨换身，袂抵跋倒失败。圣诗444，咱起立三个来吟。这时，咱要来奉献，咱请林斌执事甲秋妹执事来书献。感谢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这是我来报告，咱行开咱的周报，咱先来看报告事项。今仔日咱感谢林碧彤传道来讲道，愿主祝福林传道所做的工。
第二后礼拜10月30讲道是叶景安牧师第10届上帝听。经文是出来记20章第1节到11节。第310月29拜六早起10点半，咱要伫文良兄弟的新厝举行家庭礼拜，地址是伫新北市双溪区新店35号2楼。咱要伫8点50伫教会集合，9点准时出发。中昼咱要伫双溪内用餐。就这个机会，咱来办日游。若有要参加的，请用抢妹指示来报名。今仔日文良兄游玩辛苦，咱来拍鼓啊！来拍鼓啊！所以迄天咱去遐家己礼拜，你个菜都要加挂一挂。咱真感恩吼，遐咧每礼拜安尼搬车过领，到伫咱教会，甲咱三甲做伙敬拜。咱若会当参加，大家尽量参加。第4 11月到12月份的暑港分担表，咱有放伫公布栏遐，咱家己来看。自月活动，咱主礼拜是10点，早起10点。献歌队的练习，咱才提早到早起8点半。咱拜五有基督会，但是即时咱疫情的关系，咱暂时暂停。顶礼拜出席甲奉献，咱家己来看。若毋对，咱过家来更正。教界消息咱来看，内底的事项有5项，咱为着即5项，放伫咱日常的祈祷来关心来祷。咱来看即礼拜金句。后来摩西已经忠诚，伊出去到伊的兄弟遐，看见因的在打地，看见一个埃及人拍一个希伯来人，就是伊的兄弟。咱出来记记2章11节，咱到底三个来读。后来摩西已经忠诚，伊出去到伊的兄弟遐，看见因的打地。看见一个埃及人拍一个希伯来人，就是伊的兄弟。后来摩西已经忠诚，伊出来到伊的兄弟遐，看见因的打地，看见一个埃及人拍一个希伯来人，就是伊的兄弟。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去到他弟兄那里。重担，见一个埃及把希伯来人一个弟兄，出埃及记2章11节。好，咱游完这里，大概用拱手，咱互相来请安，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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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。今日就看到咱兄弟一较晚吼，今天比较多人，请感谢主，咱是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顶礼拜这个有接到顶礼拜，甲文昌兄，我有挂迄个有关台语的问题来请教他。我回来谢谢安尼。因为伊有带阮学校的学生比赛有得点，但是学校吼似乎无将伊。他的指导人列入，安尼讲就对，然后咧就我好，这代志我等于在你大学反映，到尾等于了，伊就来，就讲那个转达美妙讲美妙转达请我不要讲了，真谦虚，这就是很谦虚了，就不要讲了，徒增困扰，对不对？我在心里想美妙，我这就叫做美妙吼。那种奇怪，阮三岁就捌咧问，就喊你咧老传达咧转达咧。我看一下我就写说我的亲人都是有美的哈。我讲你听有美丽、美妙、美珠、美珍、美惠、
美琴安尼。哦，这么多。啊，你为什么你就讲，我是要来讲？你无我讲，安尼我都破给你这么好，我都写到这边了。啊，他秀一个图出来，啪，然后那个我们2个小天使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我就回，真的，安尼，我继续要回向我啊，伊讲不止，还有美艳，哦，你有，真的都是美的。既然你讲了美艳，我就讲一个美艳的笑死我恁听。阮去，就顶摆阮去赛车去佚佗，我拢会伫迄个休困站休困。即摆伊就，即摆困了较落眠，所以若无醒我就袂来叫。我就继续我伫清水遐落车，就看伊袂醒，好，你去困。我门偷偷关起来，我就去，去就转来伊就醒起来，就换伊去啊吼。我讲你有睡哩哦，我已经去点嘛吼，你到你就家，迄阵超2点外3点外，去，我就小体力吼，稍微休息一下。等，我奇怪，我就停伫迄个休困所在边仔尔，专工停伫边仔。奇怪，那等甲遮久还袂来，你是走毋着位啊？是安那？是人无爽快是安那？我阁毋敢走咯，等足久的哦。若可能时啊，差不多5分钟、3分钟，伊请伊超过时间，我就咧紧张啊。紧张的时阵，伊就出现啦，摇门开，伊讲：你车来停伫遮啦。我拄啊去开门，伊拢困伫中嘛。我拄啊开门，看一个人倒伫遐，一个水里巴倒伫遐，迄个人惊一个，我嘛惊一个。迄个人嘛惊一个，用看了我奇怪，伊咧想我讲，我都坐头前来钓就中，哪拄倒较好势好势安尼？阮兜是，无阮咧车是无遐好势。结果我看，对面就一台甲我共款，有卡，完全一模一样安尼啦。安尼门也无关，门开开，对面是一个查甫咧困到安尼，看着伊也惊着，我伊2个都要惊着，我总想要去慢，看伊个车是安那设计安尼好势，这是趣味的代志啦。咱大家。总结一下就是讲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哈。看到大家呢很好，这个是很好哦。现在我们的圣瓜特已经从9点提前到45，提前到8点半。你看我们玉珏真的是哈，我们大家同心，然后我们的诗琴老师于洋、于信、连江老师哇、邱美杰、玉鸾、美艳、罗丁乐大家。现在听讲，现在要搁延长到8点，无没有，真欢喜啦吼！咱拢是一家人，真感谢主，互咱会当三甲组织，伫咱西湖教会300个敬拜上帝。好，咱即时要来吟煞边边的诗，圣诗461首，圣诗461首，愿主保护咱后会有期。用慈悲引带扶持恁，无论所去达站，无论所去达站带你，愿主保护咱，后会有期。过3回，主引带通3年，过3回，愿主保护咱，后会有期。461首，咱起立3个人。我
靠福利，我祝福咱后会有期，我上会，我上会，可以查看个啥记，我上会，我上会，我祝福咱后会有期。我祝福咱后会有期，愿你爱长有你，我所做是温和你。我祝福咱后会有期，我上会，我上会，我应查看个啥记，我上会，我上会，我祝福咱后会有期。咱现开县市461首的比，用起应文做咱的呈现，互咱伫生活中间会当回应主的呼召，有勇敢甲智慧来行。我来起，请兄弟姊妹做伙来。恁着带真爱出去，因为只有真爱永远存在，恁着带和平出去，因为和平是上帝的礼物。恁着平安出去，因为咱无论去啥所在，上帝拢伫遐。三甲来领受。三，愿永远的上帝祝福伫恁大家，圣神引带恁伫日常生活的行道，会当见证基督的救恩甲疼。愿耶稣基督的真爱，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，起做伊的教会，直到万世代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帮助甲相互，甲众兄弟姊妹的三甲一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